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舒婉。多节熊灯护法自1990年代末就出现了一些争议，似乎也成了一个禁忌，大家都避而不谈。这个争议的源头乃是因为这个护法和他的修持法门都被说成是邪恶负面的，于是修行人们应该停止修持和供奉这位护法。可是针对人们应该停止修行和供奉多节熊灯护法这样的一种说辞，到底它只是一种劝告，劝勉人们放弃修持，或者这是一种劝告，其实是变相的硬性规定呢？要求人们放弃这位护法，用排挤和歧视熊灯人的方式，悄悄把劝告偷龙转凤的变成冰冷无情的禁令。今天我们请来了2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尊贵的占杜姑仁波切的贴身助理，也是克切拉佛教团体讲法师的罗胜标，以及克切拉佛教团体的翻译及编辑福芳云。在接下来的环节中，他们将以世界各地熊灯人所面对的状况，以及流亡在印度的熊灯人在藏族寄居地所面对的情况，来分析多节熊灯的修持和供奉，乃至信仰是否存在禁令，或者只是建立在信仰上的一种劝告而已。方毅你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你好对，人们都说其实多节熊灯的供奉和信仰其实不存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这种禁令，而对多节熊灯护法的修持，有的仅仅只是劝告比如说他们说劝告人们不要去修这位邪灵，它不是一个佛教的护法。好，其实我们在这一轮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辩论多节熊灯到底是不是一位正悟的护法，我觉得这里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信仰的自由不会因为你的信仰被一部分人认作是不好的，那你就失去了这个信仰的这个自由跟权利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信仰自由的精神和核心价值。那熊灯人并没有因为这个信仰而去做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反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熊灯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因为这个护法的争议而面对什么样的挑战跟刁难，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人们都是用 Dogyal 这个字眼去形容多节熊灯。这个字眼是一个怎么样的字眼？其实它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一种字眼，都说它是鬼王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再来就是当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不停在抨击跟批评，甚至是侮辱你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歧视了这一点呢，就是我必须套用这一句话，叫做你有言论的自由，但是言论的自由不是让你去批评跟侮辱别人的自由，这就是2个不同的概念。当然，就是因为多节熊灯这个争议嘛，就导致说，如果你是修持多节熊灯的话，你就必须面对所有的抨击，你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有自由这是你自己去找来的问题。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所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身为一个熊灯人，其实是备受外界抨击，常常会听到别人用侮辱的字眼去评论这些。即使包括我在内，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修多节熊灯的，有时候我就是想要在自己的面子书上面发表一些看法，或者是表达我对这个护法的一种信念，然后你就因为纯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迎来很多的攻击跟抨击直接说你是邪教的，然后你不是一个好人，甚至把我标签成为一个不好的人。所以你的信仰自由基本上是被怎么讲被轻视的。对，你看，像占杜姑仁波切这么多年是圣人，他持戒持得那么好，他教导佛法教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教得这么好的弟子这么多，可是呢，就因为这个单独这个熊灯的这个问题呢，而导致有些人就对他抨击，无论他以前做过了什么多么好多的善事和教导多么多的佛法。可是就是因为单独这个熊灯的问题呢，遭到攻击，遭到抨击，这个是非常无理的。就是占杜姑仁波切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被否定了，就因为他说他是就是因为这个熊灯的就单独这个问题。我身为仁波切的弟子，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过去都是跟着仁波切的，可是因为这个争议的问题，他们就直接背叛仁波切，甚至还有的就是因为在离开之后就开始就是说一些坏话，就是包括就是仁波切之前所给他们的所有的礼物所有的劝告跟指引，他们全部都已经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了，反而是这个争议变得更重要，所以他们就去做一些伤害仁波切的事情。是这一些事情，我相信圣标讲法是应该也非常清楚的。争议出现之前，他们都
都对仁波切毕恭毕敬，而且写了很多很好听的话，就是说仁波切啊，你是我的上师啊，我跟随你，我受了很多益处。但当这个这个争议一出来呢，就马上断绝了关系，说哦，把你马上打入地狱，就把你当成魔这样子。这个这么极端的一种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公平。不公平，其实就是基于他在修什么，但是你完全不看他的行为跟他的所做，然后来评论他是一个不好的人，是完全不合逻辑的。那这个是发生在你们自己本身身上的事情，在外面就是可能在西藏或者是印度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有啊，在这个印度藏人区呢，情况更加严重。那我这里呢准备了一些例子，就是证据说，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他们就是从那个藏族人的地区那边商店呢拍到的这些照片，就是说他们会有这个告示，在商店门前有这个告示说，修行熊灯护法的人呢不能进入，我们拒绝为您服务。而且很多这个例子，这个是这一家，然后又是另外一家。这些主要还是偏向商店的吧？对，但是商店的话，有人就讲说，我是商店的业主嘛，那这个是我的产业，我高兴欢迎谁就欢迎谁，不欢迎谁就不欢迎谁，所以我有这个贴这样告示的一个权利。对，这个等一下我会补充，就是说你看这些是买卖商品的商店，这些呢就是餐馆。餐馆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是熊灯的，我们不卖食物给你吃，你不能进来，就害怕说他们把他店里的东西都。然后这个是布庄卖布的，也拒绝这个为您服务。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发廊，你是修行灯的，也不帮你做头发，请你去其他地方。这是白纸黑字粘在他们的商店门口，这样子。商店门外。就是完全没有禁忌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张贴在门口。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在寺院它的这个诊所面前，寺院诊所是本来是应该为大众服务呢，你有病你就来接受治疗，我应该给你医生的职务啊。对，可是呢，他就是说，你们修熊灯的护法的，我们拒绝为您治疗，拒绝卖药给你，你不要来这里。仿佛就是修熊灯的人的命就不是命那样子，是相当严重。其实刚才针对你的情况，你说那些商家说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可以去选择到底要接受谁，不欢迎谁。其实我们看他们拒绝人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拒绝熊灯人的基础是因为他们认为因为这些熊灯人他们不听达赖尊者的劝告，他们可以算是背叛了达赖尊者。其实说到背叛，这些用字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是被夸大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今天熊灯人跟他们的差别只是信仰上的差别而已，他们只是没有，就是跟达赖尊者的信仰有一点点差别而已。其实这就是他们拒绝熊灯人进入他们商店的一个基础。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他们要拒绝任何一个跟达赖尊者信仰有差异的人，他们理应也拒绝当地的穆斯林，他们也应该也拒绝当地的这些新都教徒，甚至是基督教徒。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当然，我们也不能鼓励说，你跟达赖尊者的信仰不一样，那我们就拒绝你。听起来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文明，而且也是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可是这个不文明跟不正确的做法，恰恰好他们是应用在了熊灯人的身上。所以我说，这个商家有这样子的绝对自由，可是你的绝对自由如果是建立在歧视别人跟排挤别人的基础上，那这个就不叫自由，那就叫一种歧视。其实它也会造成一个社会的不安定、不和谐，因为你是间接的，就是跟人家讲说你要跟这些人分割开来，没有所谓的和睦相处。更严重的还有这些例子，就是说这个是宗教文化部的公告，这个是流亡藏，就是流亡藏人的所谓的政府部门，因为他们是负责发出这个护照之类的这些文件，官方文件，他们就写明说，如果你是修这个熊灯护法的呢，你就不能够被颁发这个护照。连这种情况也要作为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就因为你是持修熊灯护法。而且呢，就是另外一个是卫生部，他们的卫生部说什么呢？卫生部说，在医院工作的员工，你们不可以修熊灯护法。
如果你们修雄登护法呢，你们必须辞职。这是一种威胁嘛，就是把你的生计拿来威胁你，逼你放弃这个持修法。对，不只是信上说，不只是员工，而且你们还要劝告你们的家属也不要修这个雄登护法，连家庭也要扯上关系。对，这个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机构，就是治疗，就是做一个工作，跟你个人的信仰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应该扯上关系。就好像说我们在这里，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医院说，如果你是拜关公的，你不可以在医院里工作，而且你还必须要劝告你的家人也不能拜这个关公，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不文明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刚才圣标讲法师所提的每一个例子，其实都已经跟我们表示什么？这个已经不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它已经影响了雄登人最基本的生活的一些条件跟权利，起居饮食啊、人身安全啊，或者是到底会不会遭受排挤，这样的一种种种无形跟有形的压力都施加在雄登人的身上。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发生过呢？比如说很明显的例子，在美国，在50、60年代那时候。这个黑人的权利还没有被就是充分给予的时候呢，很多商店、很多地方、巴士上都有这么样的一告示：白人的地方只有白人可以坐，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地方。那个饮水机，白人的喝只可以那个地方只可以供白人喝，其他有色人种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喝。还有就是商店，他甚至说墨西哥人、黑人。或者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说连狗这一组人不能够进入这个餐馆来。他就是把动物还有有色人种是归成同一类。对，是非常严重的歧视，这是当时在美国出现的。但今天这社会如果再看到这样的告示的话，肯定是被人所不齿的。可是它偏偏呢就出现在这个印度藏人区那边。在美国法律来讲，其实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必须被法律制裁的，因为它是不被允许的。现在是已经被法律保护了。对，可是竟然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了印度的藏族区里面。是非常的不文明，像刚才医院啊、政府部门所颁布的这些告示，其实都是他们的那些管理机构允许的吧，才能够这样子放上去。对，所以虽然字面上是没有说这样的一个禁令，但是从种种的迹象看来，其实是有禁止，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一种约束。那刚才你有提到说。所谓的信仰自由，可是我也有听说一些藏族人，就是在印度的藏区藏族人说，其实他们并没有禁止什么雄登护法的持修，因为在印度也存在着雄登寺院。就这一点，你有怎样的看法？其实这个雄登寺院，就是到后来怎么会演变成为有雄登寺院呢？其实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有分成，这个寺院有修雄登，这个寺院没有修雄登。这一切其实是到了这个争议在1996年浮上台面之后，然后后来再演变到2008年的时候，当时候甘丹萨祭寺的所有僧人都被逼在大殿内宣誓放弃多杰雄登的修持。当然，有一些僧人他是很想坚持自己的修持，因为毕竟是上师给的，所以他们就选择要坚守这个传承，而不要放弃，然后就选择出走，然后自己再成立一个叫做下甘丹的另外一个寺院。那这个寺院呢是有供奉多杰雄登护法的。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色拉美寺。那色拉美也是在同一年2008年的时候。这些僧人就被逼就是要离开原本的寺院，然后自己去创一个寺院，叫做色邦寺。那如果你说这两个寺院的存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体现的话，那我们又必须回去基础去看这两个寺院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他们逼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被歧视，是因为他们被排挤，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了，所以他们才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寺院。这怎么可以说是一种信仰自由的体现呢？因为它的基础本身就不是出于信仰的自由，而是被排挤，所以我们说这个不能说是信仰的自由。而且我们以人形的角度来看，
有谁会愿意离开自己已经那么熟悉的一个寺院了？而且他们是从西藏出来印度的，自己在印度已经什么都没有，家人也没有，钱财也没有多少，谁会愿意离开原本的寺院去开另外一个寺院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说雄登寺院的存在是一个信仰自由的体现，那我觉得这样子说太牵强了一点。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什么信仰自由的体现，对，它是一个逼迫跟排挤的一个成品。对，确实是这样。我也有听说过，达赖尊者去开示的时候，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雄登持修者是不能够进入的。有啊，就是达赖尊者他亲口说，所有修雄登护法的，不能来我的灌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它只发生在印度吗？在印度之外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比如说，其实不要说是达赖尊者本身的开示或者是灌顶法会，其实有一些道场，或者是有一些寺院，他们也同样有这样子的一种禁制，甚至在自己那个道场的那个加入会员的表格上，真的是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如果你是修雄登的话，你是不得加入我们这个道场。所以也不只是说只有达赖尊者出现的地方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只要是任何一个他们选择就是跟从达赖尊者的那个道场或者是人们，他们都会这么做。只要你是修持雄登护法的话，你不能参与我们的活动，你不能加入我们的这个道场，所有的东西都在发生。在新加坡也有。有些他们会就是说组团达赖尊者，当他有这开示的时候，他们会各个佛教团体他们会组团去参加这个法会，然后那个组团那个参加的那个表格那边也会说，就是说如果你是修雄登护法的话，请你不能够参加这个开示，你不能参加。可是如果你是基督教徒、信徒教徒的话，你是欢迎到他的那个。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什么都可以，你就是不可以是雄登护法的修持者，所以这是相当严重的一种歧视。对，对于禁止雄登护法出席达赖尊者的开示这一件事情，是基于什么原因他们禁止雄登护法？他们是主要是说，就是跟这些修持雄登护法的人呢，跟这个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三昧耶戒呢有所违背，而就是刻意就跟这个修雄登护法的人呢保持距离，于是呢，在藏人之间呢，这寺院之间呢，都发生这个分裂的现象。但是只要有稍微了解西藏佛教的人都知道，达赖尊者虽然是流亡藏人的精神领袖呢，可是他不一定是所有流亡藏人都有的师父，他不一定跟所有的流亡藏人都有这个所谓的三昧耶戒。所以呢，要是你们要求那些跟达赖尊者没有三昧耶戒关系的人放弃雄登护法的信仰呢，其实是在逼使他们违背自己跟上师的三昧耶戒，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上师，所以呢，这让他们非常的为难，对不对？因为他们非常敬重虽然非常敬重这个达赖尊者，当然他们也不想违背自己跟上师的承诺，所以呢，这个禁令呢，实在是令人非常折磨的。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更加严重。比如说，在2008年，就是刚才方姨所说过的，这个寺院呢，因为这个歧视和排挤呢，被逼呢就分成2座寺院，修雄登和没有修雄登的。他刚才已经谈过了这个。那以你们个人的了解跟经验，藏人其实他们现在是处在怎么样的氛围里面？其实呢，这个禁令呢，和其实让人痛心的是，它造成社会和家庭的不和谐，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猜忌和矛盾。不仅是雄登修持者被排挤，即使你没有修这个雄登护法，但是如果你跟这个雄登护法人有这个关系，或者是你们是朋友或是亲戚关系的话，你也同样会遭到排挤和这个批斗。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在印度达兰萨拉那个一个中学那边，那学生就提问说，为何他们必须在家里呢？和这个或者在同学关系上和这些有修雄登护法的这个朋友保持这个关系呢？连中学生都能看出这个里面的这个严重的问题。那其实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到过南印度去，就是到了藏人的那个集聚地去过。然后其实我在那边看到的氛围其实是相当紧绷的，人跟人之间，像刚才圣宝讲法师所说的，都是充满这个猜忌的。很多人过去是朋友，像有一些僧人都有跟我分享，其实说他们过去都是朋友，也是因为这个争议出现之后呢，他们就因为这样子而分开了嘛。
后来呢，连自己是互相认识，彼此本来是互相认识，都变成就当做好像互不认识这样子，没有人愿意去跟他们做朋友。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就是那个氛围，好像是一种白色恐怖那样，他们会把那个熊灯修持者的人的名字啊、个人资料啊、他们住哪里、去哪里上班或者在哪里上学，这些种种非常详细的个人资料都会贴在一张海报上面，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原来这个人原来这个人是修熊灯的。所以其实这个作为，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导致人们有那种恐惧感，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是修护法的，所以我们要排挤他，就用这样子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种手段可以就是被称作是一种白色的恐怖，所以是相当紧绷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威胁他们，就存在威胁的一些意味在里面，恐吓跟威胁。那圣标讲法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这一点，就是在争议出现以后呢，印度的藏人社区呢，其实出现了大的这个改变。比如说呢，流亡藏人之间的分裂呢加剧了。本来在这个异乡呢生活呢就已经够难了，可是呢，当这个护法的这个争议出现之后呢，多杰凶灯修持者呢，更加是被人就是指控为这个中国的间谍。然后在1990年之前呢，其实多杰雄灯护法修持的人呢，跟这些其他的藏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可是，在争议一出现之后呢，就一夜之间呢，他们就从流亡藏人的手足变成了共同的敌人。那这个雄灯人很明显呢是被污蔑、被侮辱的。那方莹呢？其实也因为这个争议啊，也是有人受到一些人身的攻击。因为总是会存在一些狂热的分子。刚才像圣标讲法师所说的，熊灯人就是这样子，因为在这个争议之后呢，就突然间被标签成了中国的间谍。那他们自然就是跟彼此之间一定会有一点，就是一定会有憎恨的，总是会有人特别狂热的，所以就发生了好一些肢体冲突的事情。我跟大家提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去年有到过印度，然后有亲自见到这位老僧人，他的名字叫 Gyanchonze， 他今年大概80多岁，他就在去年的一个早上吧，接近清晨时分了。然后他就突然间受到好几个蒙面男子的攻击。但是这个攻击，你要说如果这几个蒙面男子的意图是想要去打劫的话，因为他是掌管这个赤江拉章的一个老管家。如果这个蒙面男子是有意图要去打劫的话，那拉章里面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偷，也没有被抢。那我们只能就是说，这个 Gyanchonze 被攻击的这个意图背后，其实可能就是想要去恐吓，让他就是不要这么坚持再去修多杰雄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争议的受害者呢，就是达赖尊者的上师赤江仁波切，他的转世，他是在以前在这个印度的甘丹寺，在那边就是小时候在那边，可是呢，他也接到这个死亡的恐吓，结果呢，他必须离开甘丹寺，然后辗转呢去到瑞士，然后现在才到美国这个定居，就是连这个达赖尊者本身的上师的转世呢，也会受到这样的这个排挤，甚至是死亡恐吓。你可见呢，这个争议呢是有伤害的是多么的大。对，而且老管家有告诉我们，其实当时候他应该是漏夜离开寺院的，就是在非常紧急的状况下离开。当时候就是很多人围在他的拉章外面这边叫嚣啊，就是给他死亡恐吓，说如果你不放弃的话，我们会杀死你。对他们对一个拉玛，对一个上师这么备受尊敬的上师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他们可以对那些狂热分子，可以对一般修这个雄灯法门的平民百姓做出更厉害或者是更严重的一种伤害。对，赤江仁波切当时呢只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他对众人有什么样的威胁呢？那么对你们来讲你们都没有住在藏人区里面，这个所谓的禁令，你们有没有义务去遵从呢？或者是劝告吧？对我来说，佛法修行跟政治必须分开的。我觉得这个，因为佛法修行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说要遵从上师，要对上师有100%的恭敬心。所以上师给我修什么法门，我就修，我就不会去顾及别人说什么批评，说这个法门不好，乃至甚至是名气很大的一位上师批评说这个法门是不好的，不能修，我也不会去听，因为我只遵从我自己的上师的教导，他给我的法门，
就这样。这样呢，因为这个是佛教修行成就的基础，只有这样呢，在修行上才有成就。如果背叛了上师呢，违背了上师呢，这根本就不需要修行了，这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其实针对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那个关系不在我身在什么地方，我确实像你所讲的，我虽然不在藏人那个地方，可是即使如果今天我身在一个藏人，就是在印度的藏人社群里面，可是因为今天我的上师如果不是直接不是达赖尊者的话，我也没有义务去遵从这个所谓的劝告或者是所谓的禁令，因为我不遵从的意思不是表示我对达赖尊者不尊重，我非常尊重他，就像我的上师也一样这么尊重他。可是问题就在于，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存在所谓的三昧耶的关系，反而我跟我的上师，就是传这个多杰雄登护法的上师，给我的这个上师，我跟这个上师之间其实才有所谓的三昧耶。就像刚才圣标讲法师所说的，我们在修行上要得到成就，就必须要服从这个所谓的三昧耶戒，这样子跟着修的话才会有所成就。所以即便是我在印度，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跟从，然后就放弃我原本的修持，因为这对我个人的修行来说是非常具有伤害力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禁令或者是这个劝告吧，可以说是我觉得，因为我不会遵从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可能比较偏向世俗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选择的一个选择的自由，我要信仰什么，我有我的权利去选择，所以我不会因为谁跟我说我不能修，那我就不修了。那其实以后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如果今天你告诉我雄登护法有问题，可是明天南把你告诉我说另外一个护法也有问题，难道我就这样子一个接一个的放弃，或者是这样子换来换去嘛？我觉得这样子不但是影响了我的修行，也影响了我个人的选择自由，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合理。好，我们这一次的讨论其实并不是想把这个问题归咎在任何人的身上，因为这不是怪罪任何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向前看，致力于解决这个不仅给流亡藏人带来痛苦和挣扎的问题，也给全世界的雄登修行者带来困扰和不公平的争议。要解决这个争议，和平的会谈和交流其实是非常必要的，那也是关键的做法。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讨论，能够让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也让更多人知道事情的另一面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禁令是存在的，因为实际的痛苦就在发生着。再一次声明，点出这一个事实，并非为了要把责任推向任何一方，而是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正视问题。那就是多杰雄登的信仰遭受打压，真正的信仰自由在这个争议里头根本没有丝毫发展的空间。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和我们分享。不客气，谢谢你。